你好，科網股冇我想象中強，科網股已經發展多年，我哋只係側重平台式同埋遊戲，而中國嘅經濟體亦開始成熟，要玩遊戲，中國老早已經人人有部手機，小朋友或者中年人都隨處喺地鐵都喺度玩，做外賣，一般人要選購已經變得好輕鬆，只要網上一撳個掣就能夠購物，大家已經好熟悉嘅流程，冇再多嘅市場待發掘，因為我哋已經冇可能想像以往咁高速嘅增長，佢哋唯有喺 AI 方面投入多啲，喺市場上開到一扇窗。我哋喺呢個轉折期，更可能將盈利嘅前景變得極為波動。科網股嘅市值可以為停滯不前，同佢哋嘅盈利水平都算係匹配。組合嘅科網股仍然佔有一個合適嘅水平。我希望啲科網股能夠喺芯片方面有所突破，供應俾中國自己，同埋出口到發展中國家。我對佢哋仍然有期望。